睇咗好多攻略都分唔清坪洲玉器街點樣分佈，今日就一條視頻話俾大家聽。坪洲買翡翠掛件預算只有幾百蚊，逛玉器老街。我而家喺一個輕軌站，佢嘅站名叫玉器街站 A 出口。斑馬線過咗對面，你見到好多帳篷嗰個位置咧，就係玉器老街個街口。呢度咧有一個明顯嘅指示牌，叫坪洲玉器老街。呢度嘅價錢有一部分係明碼標價，呢啲亦都叫毛坯。外邊呢一個就可以開條手鐲，裏邊仲有一個壓心嘅，2小時就可以取貨啦，都係專門針對零售嘅消費者。點解話呢度啱新手？首先呢度啲貨本身就唔係太貴，都係啲普通啲嘅貨。有一部分商家係明碼標價，可以鍛鍊下你嘅眼睛先。如果係好似我哋同行咧，就好少過嚟，因為我哋偷偷叫呢度係垃圾街。預算幾千，還興隆呢啲舊市場，你幾千蚊咧，其實可以淘到唔少好貨。貨型就唔係好新㗎啦，呢啲一批批嘅就係我哋講嘅薄水料。小萬預算逛匯玉，匯玉呢邊大部分都係小萬以上價位嘅貨。呢個就種水好好大色嘅福瓜，呢個就滿色，中意種水大色嘅可以考慮呢啲。呢啲都係中萬以上嘅價錢。呢個就係比較靚嘅平安球，日常要品質嘅就要揀呢種，個底子好清爽，好舒服。睇完小中萬價位嘅，大家可以睇啲6位數嘅貨，甚至有啲更靚嘅啲無事牌都係接近7位數嘅。大家就可以根據自己嘅預算喺唔同嘅場去揀。啱帶大家睇咗唔同嘅場，都話黃金有價，玉無價。但事實上咧，你將唔同價位嘅貨放埋一齊去對比，你就可以一目了然，提高自己對翡翠嘅認知，你就可以揀到你自己心儀嘅翡翠。期望大家請翡翠唔踩坑。